2022年港車北上及澳車北上政策先後發布。據公開數據顯示，符合資格申請港車及澳車北上嘅車輛超過50萬架，因此市場上產生咗大量港澳車主購買內地汽車保險嘅需求。目前，港澳車主購買內地汽車保險嘅渠道較為單一，網上充斥住大量非專業人士，加上港澳車主對內地汽車保險嘅保障內容同範圍仍相對陌生，有見及此，三澤車保平台應運而生。三澤車保平台係一個針對港澳車主嘅內地汽車保險資訊平台。公司於2021年2月工商註冊於橫琴粵澳深合區嘅港資公司，成立至今。三澤車保平台已與內地多間著名汽車保險建立咗緊密嘅合作關係，包括但不限於中國人民保險 PICC、陽光保險、太平洋保險、安盛天平等等。保證港澳車主能透過三澤車保平台了解到唔同保險公司嘅保障內容，同獲得最優惠嘅報價。我哋明白香港車主嘅顧慮，喺港車北上嘅支援服務上，我哋能提供貼地嘅支援同多元嘅優惠，例如協助上載保單、無償為港車客人申請 ETC、珠海獨家入油折扣優惠、成功向保險公司爭取專屬廣東話客服支援，以及提供更多次數嘅免費交通事故拖車服務等等。喺同等嘅報價之下，我哋深信能為港澳車主提供更優質嘅客戶體驗及專業嘅服務。三澤車保聯同港車會及香港汽車資訊平台拍邊好，為我哋每位客戶提供涵蓋港車北上之後嘅全方位生活休閒娛樂旅遊服務，更為每位車主提供更多樣化嘅獨家專屬優惠。三澤車保令每一位港澳車主都可以為你嘅愛車選擇保障、選擇服務、選擇性價比。